当王没了杨妃，私少美妃，少了一谋啊！因为狗上做个桩事体是尽亏力缺，所以一谋。明高丽是梁继母，这一美妃谁国见家？介绍周登府来遇不得。哎呀，心里那么大一点觉子，非美妃不得，杨贵妃得过得来，可是一场风波啊！哎，风雨人下，风雨口。不是风雨总不追神功雷龙去明高丽是只因美妃到此，真是到这个日遇不见妃子到来，岂不派杀寡人陛下，美妃来了。甚至个声音方向往过去一口啊，呼，个美妃个漂亮，实力漂亮的时候给，只见她轻易礼部公章不批，交易虽如不给呀，妩媚的是恰到好处，哈，妃子。陛下，吓得我好空不一样的一颗，不一样的一颗。一方面国家管理，他说那到的八岁公门，不准王亲不亲，分务大狱，哪怕有军国大事，不准唱功金家，非至于金家之人。高丽是默契，对美妃忙忙，在这里是无赖吧？妃子手下，手下。谢谢陛下，美妃身体受病，带起你来对当王忙忙。嘿，2年不见，你是风雨一举，你安晓得？这个2年，我是哪个日家过？陛下，妃子，迄今日得蒙福上，天恩真是不能送东路耶？莫非在梦中好弟弟，今日重逢，哪里是什么梦啊？呀，陛下呀，妃子。
被你尽说了么？赢得君王送，把举心碎。陛下，非碎啦，妃子。哎呀，妃子，神公的心呐，被你哭得要碎了啊！妃子，神公女儿都去不见了啊！靓仔，靓仔，是呀。哎呀，妃子，靓仔不见，妃子必然消息了这，谁分了我？那凄凉岁月，能见靓仔，怎么样消息哟？不过话要是回来了，妃子谁谁的比谁更重，亲手只怕是非的好个汉娘。说的多少一去啊！哈，妃子一陛下，小别松风，是更飞儿来木，谁牡丹光生为你手不定力不恩，这相思自非口不开，谁说是
害得我梦想已是一说你想的光人哈哭骗我啊！一国之君怎为骗儿哟？绝非骗我，红不杀唉，这位不真非忙，佛法吹意呀！妾想陛下并非不真非忙，哦，怕的是那非比哟。那没人在，没啥人，没杨贵妃，没里啥非比，肥胖的鼻子，杨贵妃还要没里个相貌嘛，没里啥眉睛，睡得像只金瓜，虽然没人啊，才是宫里向的妃子，没人啊不偶言作语，没人啊没得施酒气。啊！神公怎会怕他哟？你不怕哩啊？不怕哩嘛！现在上分大大正正弄个夫人东宫，要让我大概他死过来呢。陛下，妃子，倘若如今非被得此，你必怎样？他们怎会来哟？倘若来你，来嘛？他是逃没去了。你必怎样？使者杨玉贵来到门，沈公是当了他的面。此妇二位贵妃，扶上东宫，好么？那么杨玉贵是后？这杨玉贵嘛，沈公虽被他个篡宫真假之罪，把他打入冷宫，让他以小许只能功的自费哟。当真。君无戏也。妾是陛下。闭嘴！闭嘴！哎呦，开心啊！今朝个皇帝们总属于良心者，哪个日子？就是杨玉贵现在来，我往后举之于啊，妃子。沉笑一刻，弃君家时光不早，将息了妾是家。对梅妃一口啊，可怜得很。哎呀，主。自从当日郎宫之后，头上向谁是菜官不少，这一副菜地，到里拿来正对不比一方。当王与梅妃是了菜地，谢了公义，说不定恩恩悠悠，说不定相思之非。梅妃是实手实切，无处交地，当王第一名誉，无疑是虚情假意。片刻间，动我旅行，心quyết心扉，当王以泪神游，梦是了何地相离。你当王了让私上梅妃杨贵妃来了。
因为昨日唐王谋子杨妃私通了瓜国夫人，贵妃晓得，得唐王大吵大闹，唐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。内有句，贵妃一想，哎呀，我的内么长得少呢？你毕竟是一国之君，你来我得宠，你不来我失宠，你去的吧。所以内里他过，甚至勇仗义门，等来皇帝来。吃过鸭饭不见带来，食大膏药不见踪影。贵妃是下衣寻龙送得命，食大体谅，皇帝呢不来讨给他来着，来亲自领的。贵妃一听什么是王啊？你说你的实在不上子，这么办他？你不但我打来我不能行，你不上山我许还行。行得上身的科技基本美户们，他想说着，哎呀，我为了当王科技美户，出征身形，当佛死神，想啥子美妃子？就是该。所以是忙着揽功而来，但揽功西国是必经之路，下进西国贵妃一口门。是话，那西国门口有一个塔盖，盖了门廊下大口冲，啥人家？啥人？搿里是搿个老塔盖昨日忙风忙子一样提的了，当伊的神秘烈酒混到身。来对付你来出身落落，讲没讲对付你？莫对个人半外头包个铁皮，一个神酒香，操心着。搿么你看看心上呢？对付你老师我耍人哦，困死梦多，行功一回，大毁灭。李子，哎呦，一看要好的了，杨贵妃，我晓得对付你老师内蒙我来这绿洲啊。那不是法，这还打仗嘞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杨娘娘，我被高力士见杨娘娘，见杨娘娘。陛下空在楼上。这万岁嘛，在楼上呢。哦，哪一部妃子不嫁？没有，万岁独个人亲亲在楼上呢。我为人亲亲在此做什么？这龙体欠呐，有病啊。哦，有病。是什么病啊？这个什么病啊？这据我那口里吞吞吐吐。既受陛下一病，待楼上的可请神。哎呦，杨娘娘您慢着，万岁有旨，不能皇亲国戚，一律不准闯宫金驾了。是。奴才，你真该把陛下的旨意来欺压本宫。奴婢不敢。是，看敌两公义，实让西宫。哎呦，哥里哎呦，要好得了，你还上去啊？上帝当明皇帝梅妃用情高怒的让困个呀！你在上去，皇帝不晓得你不这个呀，我等来给他去上，那么整个上步，皇帝不去上个他给，啊是，多声音上去，让上帝准备，跟老他给急中生智，成功砰一回，大上面小个天了。西宫杨贵妃杨娘娘上楼啦！这上神书到上的个小塔给一听没动了的，要这不到里向以后，唐王刚刚醒，说不好西宫杨贵妃得给他来，你后拿唐王分听此意，可一经真的非动小口。贵妃来上，对比了以后个美妃随意整容，有整容的特色，说符合是西宫杨玉贵贵得给他的，你儿杀的韩国随便片刻。美妃一听我心里酸啊，
那个皇帝昨日夜里当我讲个闲话，侪是虚情假意，值得一米应吃。小太监妖精对待礼上，哈啦，上次聊一聊起，拿梅妃才过来，梅妃坐在上衣上向，一口没眼屎，这个孩子啊，在屋上，孩子呢，不晓得那昨日瓦上上面，现在礼上屋上，个啥子哪心在上面？昨日公章半匹嘛，叉子上夹了大嘴个，等到那梅妃一走，唐明王的喊，身上向衣裳披一披好，上衣上一走，可再一想，我还得说，哎呀，我们皇帝呀，我有份错，那杨贵妃来没来着？梅妃等了老那口喊，哎。诚心那么梅妃还得出来，那现在白他这娘的去笑。不过闲话要不两句不内，私事长公于真假之人的该当何罪？闲话想好，旨意当定，朕那是杨贵妃来了，那么哪来的这个爱呢？哎呀，里浪下地方多，房间多呀，而且马三大户东窗西上，举子不下有望了。现在大门去，我门里一写陛下，格来细节。杨贵妃一封喉咙下，只不过轻咚咚一声陛下，唐明王一号没拿下好闲话，才忘记他。妃子，大胆里上私立了老邢，邢上人，邢梅妃，你呢？夫君，这与当王一个字晓得个。刚刚不拉干里是汪洋一声上楼啦，谁害他个谁？吼啊！陛下，妃子，多公二人轻轻在此走什么啦？沈公们，玉嫔呐，玉嫔，是。什么病啊？这个什么病啦？哪个？什么病啦？对沈公上了。啊，毛病也想起来的。哎呦！那披啥个人哦？我看你。这是玉嫔呀，爷爷玉嫔啦，几神你自今哦，三家用一错为红。后事，我怕是那样。你看看现在啥个辰光子啊？是人谁给？玉妃去。沈公是玉嫔呀，爷爷玉嫔啦，那么地处呢？陛下的病症，身体大是真相的。哦，沈公之病，妃子倒晓得。什么病啊？我看你相
此时不为的那美心后生，后生是什么美金不美金？想此女早已大人人功，后来夫少之力。妃子，你开此去谁国之中，失却寡人，哪里来什么美金呀，纸里向的里上讲，眼睛思里上行，口袋上门的一双好字。陛下，双贼之意，后生受人。哎呦，梅妃官，哎呦，梅妃呀，你咋子好子的要忘记他们，你府上叉子加了来了呢？那办法？小人家，后生的，花人的，你咋得了吧？哎呦呦呦！但是莽正上让一喷，面孔长得就凶啊！你这个废子！神功十字一柄，你导致受饶不轻，真是欺身太过了。你可怜，刚刚么老爷子么做说叫娃子下来着，那么皇帝呀，你还是受了了。你等他碰下来，贵妃得真的多比一口么？别落，啥么子讲？哒，拿过来一望，哈。一副彩地，语言对廊上虚实话，非是的，肯定是梅妃的。陛下，准备彩地，后生送。哈，也是一样。哎呀，梅妃啊，你高档能个多年，你谁要忘记他们是他们了做对吗？不想让你继续。你越是不想贵妃，越是帮后。你枉为一国之君，君是你话，民是所累。实在神父是口神，懦夫彩地莽正地浪下，你的身份何在呀？苍！你懦夫彩地苍往地上一动，历代公妃了，皇帝们这块么子不该这样贵妃。那个苍一动，皇帝呢？但是拿掉皮头莽正面孔上一盖。这皇帝呢弄得这个样子，你不想想，你让做啥个事体哦？叫君王一命行事，西国正从到此